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9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4篇，出埃及记第15章19节到21节，马太福音第6章第7节到1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赞美与祷告。上帝保守以色列人越过了困难，度过了他们心目中的死荫幽谷，脱离地狱的大门，过红海，对以色列人而言是一个惊异奇航这样的一个经历。若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他们没有办法度过这个大困难。我们一起来想一想，这个整个过红海的奇迹及恩典，有几个角度我们要来思考的。第一个是奇异的景象，这是一个反自然的现象。海水怎么能够突然间的分开？有人说，红海只不过是有一段是浅地、浅滩，所以这个大退潮的时候呢，陆地就会显露出来。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成立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是他们没有办法举证自己所说的浅地、浅滩或是浅海是在哪里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后面接续要谈的这个水墙，这是第二点。圣经的记载，分开的红海之水就变成了水墙。圣经在创世纪第14章的经文这样记载说，摩西向海伸手，上主就掀起了一阵的强烈的东风，就把海水吹退，吹了一夜，海底就变成了干地，水分开，好像是两堵墙。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，过了海，墙就表示水是深的。第三，干枯的海床。当大东风一吹的时候，不但是海在一夜之间就退去了，水不但是分开了，海床也变成了干地。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。若非上帝的作为，我们想想看，常年埋在大海底下的这个海床，怎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变成干地，而不是泥泞之地呢？第四个，淹没的大军。上帝奇妙的作为当埃及的精锐部队跟随以色列出埃及大军的后面，追杀他们，下到了红海的海底。他们当时候大概非常开心因为海床就是干固的地，对于精锐部队的马车而言，是一个非常顺利的驾车经验。但是当以色列人都过了红海之后，上帝又差遣了大东风，这一次是将海水恢复原状，这些精锐的陆军部队就被埋在大海里了。经历了这么大这么奇妙的恩典之后，在出埃及记的15章第1节到18节，记载了摩西的赞美诗，或者是说感谢诗了
因为摩西以及以色列人想要对上帝的保守来表达他们感谢的心意。后来他的姐姐米利暗就跟随着摩西之后，也赞美上帝来表达感恩之意。圣经记载，以色列人走干地过海，但埃及的战车、战马和骑兵进入海里时，上主是海水合拢，把他们都淹没了。亚伦的姐姐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铃鼓，许多妇女跟着她，一面打鼓一面跳舞。米利暗应和他们唱，要歌颂上主，因他赢得光荣的胜利。他把战马和骑兵都投进海里。基督徒的信仰生命除了祈求以外，更重要的是感恩与赞美。在祷告中，我们强调要先赞美上帝，要感谢上帝，然后要认罪，再来是为人代求，就是替人家祷告，最后才是为自己所求。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的祷告当中，他我们的主祷文这样子说：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异教徒那样重复没有意义的话，他们以为只要长篇大论，上帝就会垂听。不可像他们那样，在你们祈求以前，你们的天父已经知道你们所需要的，因此你们要这样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愿人都遵从你的圣名，愿你在世上掌权，愿你的旨意实践在地上，如同实现在天上。赐给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饮食，饶恕我们对你的亏负，正如我们饶恕了亏负我们的人。不要让我们遭受承担不起的考验，要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的手。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错，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。你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错，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错。耶稣基督强调祷告绝对不要长篇大论，但是要懂得感谢，要懂得赞美，并且有非常清楚的自己的觉知，然后成为上帝的仆人。这个目的就是要使人得益处，来荣耀上帝。基督徒需要凡事谢恩，真的是要凡事感谢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18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要常常喜乐，常常祷告，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要感谢。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。诗篇114篇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雅各的子孙离开异族的土地，犹大成为上帝的圣民，以色列成为他自己的国。红海一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，
群山像公羊跳跃，丘陵也像羔羊蹦跳。红海啊，你为什么奔逃？约旦河啊，你为什么倒流？群山为什么像公羊跳跃？丘陵为什么像羔羊蹦跳？大地啊，你要在主来的时候发抖，在雅各的上帝的面前震动。他使磐石变为池塘，使岩石涌出泉水。感谢上帝爱我们，救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蒙恩得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时刻赞美，事事感恩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